1992年5月7日，台湾头一次举办国际电脑软体展览，吸引国内外230多间厂商参展。开幕式中，经济部次长杨世坚和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鲁乐山都以贵宾身份参加。鲁乐山致辞时，肯定我方最近在智慧财产权保护的努力。Improv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s a necessary precondition for the general upgrading of industry on Taiwan. 巴黎香榭大道法国人一直饲喇叭的国旗。2012年5月7日，法国总统大选第2轮决选结果出来，社会党的欧兰德以接近52%过半的得票率，打败当时现任总统萨科齐，当选法国新总统，加做法国伫密特朗了后将近20年来第一位社会党总统。